one more one more。All right， 蚂蚁，让我们看一下蚂蚁。文森 go， 啊哈，哎呀，4、3、2、1， 好好看哦！这就是 battle 好看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拿手好绝，也可以展现出一个人他到底在舞蹈上面耕耘了多少，他下了多少的功夫。因为 battle 是随时我们听着这个不同的音乐来跳出自己的感觉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评审们你的喜好喽，好难选哦。来了 ，George， 3、2、1， 哈哈哈 ，OK，one more，one run，文森 first， 而且我也想看一乱，哈哈，来了，文森 first。来，给他们尖叫声一下吧！no touch 哦！哎呀！还有，5、4、3、2、1， 进啦！哎呦，no touch 啦！等一下，我先讲哦，那个诱惑那个评审没有用哦，不好意思，评审不止你的哦，他们，毕竟你一直抛媚眼，要抛我嘛？耶！我等很久哎。我今天单身啊！我今天单身。好了，不多说，来看一下第二 round 了，非常好看，一样，两位都拿出了不一样的东西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评审的喜好喽。George， 3、2、1， 未来。